那同样的，我们造业的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呢，就是有从小小的地方不注意的情况下，那么在那个到最后就是要变成要杀人放火，都是好像就不眨眼的那种，也是一种一开始一种心愿，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在行为嘛，就这样的，这些都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过程，造业也一样，就是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先开始有一个因，然后再慢慢它就会成熟嘛，成熟就是会有结果嘛。那么在那个修善也是同样的这样，我们就好不容易能够可以养一个善良的心，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必须得要在一个的去要重视，因为很多人来说的话，好像就是所谓一讲到持戒，那可能是这个跟出家人有关系，所以跟很多在家人或者很多的修行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但是这个来说到，就所谓的戒，你如果是有没有收这个戒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有这个收了这个戒的情况下，你收持这个戒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如果破了戒，有破戒的戒律，破戒的这个罪过。如果是你没有收戒的情况下，你造业的话，有没有造业的罪过？那是肯定有的。那么就是有收戒的人也好，没有收戒的人也好，你今天杀了一个人，那当然就是杀人的罪过是免不了的。你不是学佛的人，你杀了人，有没有要背业障？那同样的背这个业障。你不懂佛法的，你不懂因果的，根本就是对因果就没有一点点的概念的人，你今天造了业，要不要背因果业力啊？那当然就是要背因果业力的。懂不懂是你自己的这个智慧而已。那么像比如说很多动物，就像比如说牛也好，猪也好，或者是这些马也好，这些动物，那他们会不会懂因果？那他们不懂因果嘛？他们不懂因果的情况下，他们如果造业的话，有没有要业力？那肯定有的。那如果是他们有今天做一个功德，也是有没有功德？那肯定有啊。所以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就都是在因果的范围里面嘛，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就是断恶行解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断除所有的恶，并不是说是我们就是今天，如果是你是这皈依了以后，你收了一个皈依的戒里面当中的最轻的最容易做得到的，就是你就做一个不杀生的一个这样的戒，然后只是这个其他都不管嘛，不是这样的。下面都有说嘛，自己生苦役三门所造的所有一切所造的或者会造的所有一切恶使不善等等。那使不善里面呢，包括了所有一切的也造业，你杀生也好，骗人也好，偷盗也好怎么说呢，邪淫也好，然后就这些各个方面的全部都是在十不善里面都有嘛。十不善是有那个分为那个身有意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区别嘛，那个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嘛。所以这个里面已经包括在里面。所以就是第一个，首先我们必须得要修行的，这也是一种过程，我们就是一个持戒的一个戒律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我们已经是所谓的戒，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主要是你收了这个戒，那就你就不能就是轻易的破坏戒律。那如果是你收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不收这个戒既然收了，那就是不能破坏的戒，不能那个轻易的破坏。那么很多人来说了，就是一天皈依了，然后就明天把那个皈依证都扔掉，然后甚至就是在后面就是偷偷的去骂那个上师的都有嘛，对不对？居士里面，那一开始去皈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去了解那个上师是谁，那个传承是什么，所谓的皈依的功德是什么，然后不皈依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也不是会去特别了解。那么就去皈依了以后呢，很多人又就是偷偷的骂那个上师，那也没有什么，其实实际上来说吧，没有什么道理的，就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一定要变成那么严重的造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只是一点点自己一念支差自己的一点点轻易的想法，就放弃一个上师，放弃一个传承，主要的就是放弃自己解脱，而
造成了自己确定能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这样的因。那么这个都不清楚，所以就是众生是很笨嘛，所以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来说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很多的方面是要根据什么环境也好各个方面。那么在实际上像我们藏传佛教藏地的比较大的寺庙来说的话，就比较有这个修持这些戒律各方面比较重视的一个寺庙来说的话，今天在一个人在从一个寺庙里面，他就怎么说呢？那个戒律不清净，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在怎么说呢？那个亲近那个寺庙的话，整个的其他的任何一个寺庙都是不能去的。因为什么呢？都知道戒律不清净嘛。所以就像比如说我们的法王上师跟马格宗，他传法的时候，一定要参加他的这个结法的人，必须得要亲近戒律。不管是你是格鲁派的也好，萨迦派的也好，噶举派的也好，什么教派都没有关系，他可以去跟他结法，可以跟他结他的法，听他的法。但是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传承里面，有任何一个你自己的上师跟你之间有戒律方面就是有不清净的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不可以来的。因为这一世当中呢，就是相当就是在我们的法王上师奔马噶宗在左清寺传法传的那个时间最长的时候，最长的一位上师。那么老上师如巴仁波切还有多丹活佛他们也有传法，但是也是没有传那么长的时间的法。然后奔马噶宗法王呢，就是传那么长时间的法，而且他呢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个方面，而且老上师们都是特别重视。像老上师如巴仁波切他们就是今天就是有一个地方的人来亲法的时候呢，在另外一个寺庙的人来亲法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寺庙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在左清寺的前面的那个草地上打着帐篷坐在那边的时候，左清寺的另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来是做什么，他们来那边打帐篷就是待了10几20天，这种时候呢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大概会知道他们应该是在跟老上师亲什么法这样。那他们老上师来说的话，也是一般那种时候都是只要是让他们来，就是一个寺庙的人来了30个20个50个多少人就多少人，比如说10几个人，那就是人越少他就越开心。如果是一个寺庙来了就是很多人的时候，也老上师就不怎么开心，然后呢就是传法也是不会传很久，那就来了1、2个、3、4个人，他特别重视传承的那些老上师也很开心，就是在他自己的怎么说呢，那个房间里面就是会打开坛城，然后就是要给他们传法。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是跟现在不一样做法，因为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特别重视传承，特别重视戒律。那么有一些搞不好就是如果是有些人就是在本身就是那种人也是不太会重视嘛，因为自己在自己的寺庙里面跟上师也是搞好不好的关系，就破坏了戒律嘛，跟金刚师兄也是处不好，也是破坏严重的戒律。那么这种人又跑过来再跟这边亲法的情况下，那就是影响到所有的弟子啊。所以如果是在藏地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人破坏了戒律的话，就是他跟其他的人呢就是不说话，不直接说话的，而且呢就是不在一个山谷里面一起生活。一个山谷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个河流的水嘛，过去呢就是藏地都是会在那个河流的水嘛，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时间的那个俗语。那么就是有这种泼那个怎么说呢戒的人跟我们不一起喝那个山谷的水，就是严重到那样的。但是这边就没有啊，这些地方就是特别可怜。我今天为什么跟你们这样讲？因为你们认为自己都是老居士，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就非常的不懂那你们就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破戒的人去骂金刚师兄，偷骂那个金刚师兄，偷说金刚上师的时候，你们也是好像就是同情他，好像就是跟他就好像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的那种想法，是你们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如果是你们这个时间上如果是没有不
不靠他的情况下活不下去的话，那就不要学佛就可以了。你就为了今生的要那个生活，那就跟他一起啊，那么就死了以后就下地狱，也是跟他一起下。以外呢，就是不要做什么特别大的来往是比较好，知道啊？听得懂啊？所以这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一讲的时候，就是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一个上司就好像给一个弟子说你好好的学啊，不要跑啊，这样的时候，自己就是心里就好像就很了不起的一种想法，跑过去跟人家讲，哎呀，他不希望我跑啊，那你是不是太了不起了？哦，你这个想法是不对嘛？实际上，那上司不希望你跑是为了你自己啊，不是为了上司他自己。那实际上说到，哎呀，上司我就很多我们的上司好像不希望我跑，然后就是他希望我去护持他，那就是就你的那个护持是一种实践的一种想法，就是好像你自己好像很了不起，就好像你帮上司做了很多事情那个想法是不对的。一开始这样想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懂嘛。因为你不懂的情况下，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真正的学了佛法以后，不能这样去想。难得的机会跟难得的这种殊胜的因缘是自己的手中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去把它那个保护好，然后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你成佛跟不成佛，那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如果是修功德不修功德是你自己事。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有些人觉得还没有办法断除一些怎么说呢恶行的情况下不能修行，有这种的想法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是有受戒的人造业，也是一样的有业力；没有受戒的人造业，也是同样的有业力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怎么说呢？从自己方面呢，就是做那个断恶行持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所有一切生苦欲所造的一切的业力，都是必须得要断除。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要断除这些？必须得要又从我们就那个怎么说呢？因果七支当中呢，就是要去发心要知道这个一切众生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我们要守持这个戒律。那么就为了所有一切众生，让他们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修持善法，也这样去讲。自本作灵着空